伫老底的路过人塞坐定之下，安平跨港大桥这个地方重大建设，伫10摆流标以后，终于要动土啊！3号上午伫大桥起点升平路口加西平一街举办动土仪式，由内政部政务处长华进群、市长吴伟霆以及议长屈立立等贵宾共同上香祈福，期待工程顺利伫112年底如期如期完工。等到它完工之后，对于交通的这个疏解，从安平区一直到安南区，还有到其他的区域，这个地方的这个交通网的形成就很方便，就减少了很多绕道，减少了很多市区的拥塞。所以说，在施工期间对于交通冲击少，对于在完工之后对于交通注意很大，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是很值得期待的。但唯一的就是说，因为它工期高达3年半，所以说工期不可谓不长。我们希望说，如果能够提前完工的话，那如期如职，那或者是能够提前的话，那对地方帮助更大。依照图面设计，跨港大桥是横跨安平渔港，直接连接旧社区甲安平5期中华区，经过交通改善甲观光的发展，和地方相当期待。不过因为该工程多处流标，工程费嘛对17亿一直增加到23亿外。伫内政部国土管理处的补助甲市府自筹款，总共23.4亿正式启动。尤其今年台南400，嘛希望成为安平发展的中心地。这条桥对地方交通的那个重要性，能够把安平、安南、南北的跨港的这样的衔接，对于地区的发展，那真的会是一个强心剂。当然，这就一定要恭喜咱在地乡亲啊！这条桥若起好，咱遮会使办的代志，会使进行的活动，会使做的生意。会使徛起的环境，真正是愈来愈好。虽然工期有44个月，不过因为伫安平旧社区，所以对交通并未造成重大冲击。当然嘛，希望尽速完工，疏解安平交通并观光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